特性點樣嚟處理，真係無意味。開網友老問下，今日咱就來給大家詳細嘅打理啊。首先，咱用嘅就是野生嘅特性，伊嘅味道是比較濃嘅。咱可水加30-40度嘅溫水嚟浸嚟嘅，對，浸出來一粒做膠啊，解焫嚟嘅，焫呢個味出來，焫了水倒掉，再點加水，焫嘅滾過，伊個特性嘅雜味就冇嘅。了有嘅執整方法，就是簡單粗暴嘅，直接過下水。野生特性嘅焫膠脆，然後耐做，所以面就好了過水啊。了那個前面無嘢薄薄啊，水沖落就冇，好嘢就冇過水啊，過落個面嘅。因為今個特性呢，我來做個荷葉特性湯，先下去條下蒜，該拍落下加，一撮啱辣，鹽、胡椒粉、兩青，加點呢白肉丁，下谷只要烹，辣椒椒拍起加，然後我倒一步去墨水，該攪落去，那個手工拍出來下谷啊，伊帶有一粒粒嘅顆粒感。食起來口感非常好，無骨牛配料條特性落，再做5分鐘，加點啲鹽胡椒粉調味，最後來點啲芹菜珠。海魚特性湯，又清又甜又爽，做法又簡單，另外好吃。